我哋上一集講到點樣開源，吸收更大嘅力量。第一，抬頭望下藍天，行下山路，接觸大自然，心情都會拉闊好多。第二，觀察自然，感受雲同埋天空，花開花落，俾自己學識放鬆。第三，對世界心存敬畏，學識感恩，萬物其實都係回饋緊你。第四，閱讀經典，向有智慧嘅前人學習，心胸自然會闊。第五，投入自己中意做嘅事，享受心流，發掘內心嘅動力。第六，靠近積極嘅圈子，互相帶動成長。第七，存善心，行好事，你身邊嗰啲好能量會一路咁行返嚟。第八，守住家庭溫暖，營造開心平和嘅環境，滋養自己。第九，學識靜心，無論係坐定係行，定落嚟嘅時候可以養足精神。其實人最高嘅層次競爭嘅係內在嘅能量，只要你守住元氣，幸福自然會返嚟揾你。唔使比較，唔使妄自菲薄，好好咁愛自己，照顧好自己，你會發現世界都唔同咗。你有冇用過咩方法去守住自己嘅元氣？留言分享下你嘅小心得，俾多啲人一齊收集正能量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